漫威英雄钢铁人在电影里和私人秘书小辣椒饰演情侣长达11年，但之后恐怕不会再看到两人在漫威电影里合体，因为葛尼斯·派特洛证实他要从角色退休，这也是继美国队长后又一位复仇者联盟角色宣布辞演。葛尼斯·派特洛饰演的小辣椒曾经在《钢铁人3》换上钢铁装解救小劳勃·道尼。不过，《复仇联盟4》恐怕成为葛尼斯·派特洛最后一次以小辣椒身份亮相的作品，因为46岁的他说自己穿上机器战甲拍动作片，好像有点太老了。网络媒体，他站在绿幕前，穿着新的铠甲，带有紫蓝色调。葛尼斯·派特洛去年10月曝光一张《复仇者联盟4》花絮照，暗示即将穿上钢铁装亮相。没想到这将成为他最后一部漫威电影作品。不过葛尼斯透露，未来不排除以彩蛋的方式亮相，就等漫威开口邀请他。这也是继美国队长后又一位漫威宇宙的电影角色发表毕业宣言。影星克里斯·伊凡 vs 主持人艾伦，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演美国队长吗？对，我合约只到复仇者第3和第4集，我们现在正在拍摄第3集，在年底会接着拍摄第4集，然后我的合约就结束了，就到此为止。克里斯·伊凡去年10月5日在推特发文宣布《复仇者联盟》第4集杀青，还说自己很荣幸在过去8年饰演美国队长，也感谢所有观众的支持，被解读是在向美国队长告别。其实小劳勃·道尼在2017年也透露，电影能够拍下去都是靠观众的评价，因此他会在电影拍得越来越差的时候退出钢铁人角色。但被称为漫威一哥的小劳勃·道尼，真的会和荧幕情侣小辣椒一起跟漫威说拜拜吗？让人相当好奇。